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5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雄县市低温直报，日时低温10度左右，太平山有机会落雪。连假头一天，各岛一寡路段车速无到40公里。台南客家单88枪的庆案，主谋甲枪手2个人走去中国，警方透过两化打击犯罪机制抓到因，押回来台湾。国内欠药的情形真严重，医界反映71项药品等咧欠，所以健保署决定药钱调整延到3月初1才公布。今仔日是28连假的头一天，北部天气是湿湿个冷冷。气象局嘛针对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拜六礼拜这2天，日时的温度上加剩10度左右。下暗到明仔载透早，太平山有机会会落雪。若交通的方面，各道有一寡路段是塌甲真严重，车速无到40公里。礼拜连假头一天加上吹暗连解除，各地出去佚佗的车流出现。苏花界苏澳坪路南透早5点半就开始移除排队。警方已经加派警力伫苏澳市区甲沿线较会塌的路段加强交通疏导。高公局有鼓励5交通量是120万8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8%。下到国山宽东到南港南向塞车，时速无到20公里。石碇白那大出现真塌，国际湖口服务区到德北南向车速也只有30公里左右。这也是整个以旅游为主的里次哈。那我们也期待，也呼吁所有的这个使用高速公路的我们这些用路人哈，也可以选择省道哈。各地景点出现人潮，不过天气也爱注意。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中央气象局针对苗栗10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25、26日时啊，新竹、100甲宜兰继续有10度的低温，北部山区有希望落雪。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的上半天哦，可能有水汽层在北台湾的2000公尺左右的这个区域是有机会要碰运气。太平山早起水汽增加，气温大约3度，估计25暗甲26透早气温会降到0度左右。加上这方面的水汽真赶紧飘雪的条件，那这波冷空气离七度会减少，气温也会回升。西北部会是出日头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若国道1号路南新营路段透早有2台连结车出车祸，车顶载红门头暗空落来，后壁轿车未护闪，全弄起哩。地属嘉义到新营交流道大塞车。若今仔日是连假的头一天，南部的天气有影真好。屏东往垦丁的方向，一透早就一车阵，预估小琉球的旅客会超过1万人。阿门头港落甲龟头卡，国道1号路南285公里新营路段，25天尾跟5点外发生重大事故，2台半连结车发生车祸，造成2台车载运的阿门头港顶淡物落伫车道顶悬，后面2台轿车闪袂赴直接弄起哩。车祸嘛造成国1路南嘉义系统到新营交流道一度全线封起来大塞车，但塞车唔拿国道1号。早上7点到8点的时候，保留分局依据交控中心统计车流数据，目前已经突破了3000辆车次哈。那本分局在早上8点22分的时候，已经来启动水底寮的调拨车道。28连假第1天，南部的好天气吸引不少游客落南。屏东邦山向垦丁方向的路面全是出游的车辆。警方透早8点22分开始实施车道调拨，要缓解车流。同款客满出游民众的，阁有东流甲盐流线的码头，一透早都有真侪游客等要坐船去小琉球。今天来说，应该是会破万人到小琉球去玩啊！一大早就涌入不少的旅客，那么本公司大福航运公司将会以机动加开的方式，来全力的疏运旅客。为着确保游客拢有船通坐，航运业者准备加开班次。另外嘛，提醒游客，虽然防疫政策渐渐放松，但目前坐渡轮还是爱挂喙罨，呼吁游客一定要遵守防疫的规定。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台南屏东报道。来看去年台南客家单88枪的枪击案引起社会关注，主谋甲枪手2个人走去中国，警方透过两化共同打击犯罪机制，甲中国交换情报，总算抓到这2个嫌犯。今仔下晡嘛押回来台湾，接落来要查清楚枪案的动机，看背后是啥人咧使人。
警方也请伫桃园机场等候逃亡106天的台南客家88枪枪击案主谋外号红姑的洪正军，甲枪手孔祥志，总算伫中国落网25下昼防卫厦门解散回台，将相关的这些情资给大陆警方，后续去掌控他们的行踪。终于，大陆在前天告知我方，人犯已经查缉到案。并且希望尽速来遣送。发生枪案的议员服务处已经无人，标定的枪击坑也伫个。去年11月7日发生的客家枪击案，互社会惊吓。专案小组伫2个月内发动4波拘捕，逮捕各其他5名共犯，只有主谋红姑甲枪手孔祥志行踪不明。检警将案2名嫌犯分别以时阵逃脱到中国的证据了后，透过两方共同打击犯罪机制协调沟通，总算将2个人逮捕。希望能够尽速能够还原真相，把这个相关人等都能够绳之以法。伫台海关系继续紧张的状态之下，中华警方也会当成功合作破案，大致肯定。也毋过那也人数也真多，2名嫌犯落网无代表案件侦破，要继续追查案件背后涉及的乌金甲光电利益。到底有牵扯多少官商勾结，或者是黑吃黑？尤其是整个光电的内幕，应该尽快的厘清。2名嫌犯有假尾仔马押送回台南，面对那也质疑，检警强调后续会对2名嫌犯问讯调查，以查明枪击案真正动机、作案枪击甲交通工具的下落顶。搁调查敢是有幕后使使者，还是其他共犯，找出案件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2是228和平纪念日。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去到228和平纪念公园献花致意。那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蒋介后代，外界拢等要听伊致辞的内容。蒋万安表示会平静来面对，希望会当安慰受难者的家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亲赴228和平纪念公园献花致意，现场气氛庄严肃穆。新北市228总会理事长洪显照强调，228事件上界重要是找出真相，公开化来讨论，才会愈辩愈明。辩则清，清则明嘛，就是这个道理。台湾才能是真正的和平，赔偿不重要，道歉不重要，事实才是重要。和平纪念日，伊的目的不是政治的目的，伊的目的是真真正正教育文化的目的，好大家会当了解伊的意义。228特别到台北市长蒋万安因为蒋家后代身份备受检视，各界也关注致辞的内容是不是特别有深意。对此，蒋万安表示会坦然来面对，希望会使抚平受难者家属的伤痕。之前我们也谢谢文化局安排我可以跟一些受难者家属见面，能够听听他们的想法，我们都会坦然面对，希望能够抚平伤痕。市长也会在他的228的致辞的时候，各位可以期待他会有一些回应台湾这个多元社会，甚至大家对于228不同的看法，他都会做一些正面的回应。根据市府公布的228事件76周年纪念会仪式的流程，前总统马英九甲市长蒋万安会先后致辞。蒋万安表示，文化局是根据过去惯例邀请马前总统来参加，希望让这场的纪念会能依照过去的方式来抚慰家属。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6就是南投立委补选，民进党的候选人蔡培慧透早伫民间乡拜票。下晡，党主席赖清德陪蔡培慧去登山。赖清德批评国民党的候选人林明珍做县长的时阵，安插后生做党部主委。那林明珍这边是输人唔输阵，有江启臣、蒋万安甲颜宽恒来到南投，甲伊斗友声势。副总统赖清德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再度来到南投德山，替民进党南投立委补选候选人蔡培慧有关声势。也毋过，话一转，赖清德再度批评林明珍甲后生争议。做县长的时阵安排家己囝做党部主任，我这边还有2场要赶。国民党咱真正拢无人才，结果佫安排家己囝来做特别助理。南投立委补选进入白热化，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会当讲逐礼拜拢到南投，陪同蔡培慧行访大细庙宇。接任党主席了第一战，赖清德唔敢疏忽，那蔡培慧也再度对林明珍的大楼争议一直讲。伊的后生是 A 官，伊安尼，那会法度赚较侪钱买豪宅。
另外，国民党候选人林明珍规工也是心情满满，早起伫国民党立委江启臣陪同之下，伫竹山早市勇健的扫街拜票。下到台北市长蒋万安也甲前立委颜宽恒同齐到南投市替林明珍下台，也为伊伫南投市的政绩背书。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强力监督政府的施政，我们并不需要再为我们现在执政党的投票部队再多一名成员。蒋万安市长来打偏前加油打气，3月4号一定要出来投票。对手强烈一直讲，林明珍表示拢已经回应过，也伫二是对关机关新淑贞甲民进党发言人黄彩玲提告，希望回归关政，也强打在地服务30年的政绩，强调袂得咧对手来抹黑。选前黄金周拄到连续假期，得用行动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政府拍算伫湖口乡起生命纪念园区，引起当地民众反对。25举办说明会，有超过2000个民众去现场抗议，甚至有人跟警察表达不满。那县府表示会继续沟通，希望会当达成共识。现场超过2000人也抗议牌啊，主要目的就是要反对生命园区起伫湖口。抗议民众讲，根据2021年的数据，新竹县原本民间所属的殡葬园区，逐年就会当处理17000外件。以新竹县一年的死亡人数约4000人，根本无需要搁再升起。我不希望未来从台北往南走，看到了灵骨塔，看到了烟囱，看到了火葬场，就知道我胡同乡到了。我不愿意，你们愿意吗？在火葬场预定地附近，有学童将近3000名以上，这些都是每个家长心目中的宝贝。这些孩子都还没有长大。今天杨县长，你在我们学校附近盖一个火葬场，你要这些小孩子从小就带奥心长大吗？县政府回应，事实上，殡葬园区目前大部分拢是民间为主，公家确实无法度满足县民的需求。再加上交通问题，所以才需要规划升起。其实，在这个竹东的镇立这个生命园区，它其实是在量能上面可能是没有办法来符合全县民的需求，所以基本上呢，还有包括一些交通问题的考量等等，所以于是我们为了以这个全县的这个福祉为出发点的时候，所以才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面对民众的反对，县府答应会继续举办说明会，参乡亲做进一步的沟通。不过，照目前的进度来看，离双方达成共识，还佫有真大的差距。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过无偌久，乌克兰就针对罗西亚的军队亲门大户操打百姓暴行，成立特别调查部门。有法国电视台实际走访乌克兰，才发现，毋但查某互操打，就连查甫嘛遭受性暴力甲虐待，手段是真粗残，互人听甲真愤慨。乌克兰的赫尔松8组俄军占领超过8个月，当时乌克兰律师塞西尔正伫当地收集俄军申请罪行的证据。2022年9月7日，就过路上互俄軍刷走，所以對伊進行真殘忍的虐待。For about 20 minutes, they tasered me and beat me with batons on my back, buttocks, and legs. I fell down and they shouted, "Get up," insulting me, saying, "So, you're waiting for the Ukrainian army, are you?" Then they tasered me. 塞西尔就安尼，甲其他6個到8人，和俄軍規地真細間的房間超過1禮拜，並且連續3天對因進行虐待，甚至持續電擊因的生殖器，因為安尼才袂留下任何刑求的證據。有當時俄軍會將門拍開，並大喊俄羅俄國的口號。Glory to Russia, glory to Putin, glory to Shoigu. But you're always thinking about your family, about your wife, your child. You have to get through it. You have to survive. That's what helped me stay strong. 過去1年來，外界認為俄軍對烏克蘭犯下的性侵行為，攏是針對女性，不過其實俄軍對男性的性侵手段是更加殘忍。In Kherson, there are fairly frequent cases where electricity is used on male genitals.
This partly fits in our issue because often, when this torture is carried out, phrases are heard like, "So you can never have kids again." 对2022年1月开始，乌克兰检察官总共审办156宗的俄军性侵案件，其中有36宗受害者是男性。不过实际上数字唔安尼。这个乌克兰士兵2022年热天予俄军关押37天，期间伊亲目就看到俄军用各种不堪的手段对着乌克兰士兵进行性侵害。Sometimes we'd see their faces without balaclavas. For 3 days, they'd take you into the basement at night. They'd torture us all. The screams made it impossible to sleep. All of Ukraine is working to bring Putin to justice because we know who's responsible for this. 对乌克兰的检察官来讲，因上重要任务，唔那是要将俄军所犯下罪行公开予国际社会知影，嘛要予这施暴者伫乌克兰接受法律的制裁。国际新闻郑婉琴编译。美国这边是搁再提供乌克兰2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按乌克兰想要爱的 F-16战机，拜登表示暂时无打算要提供给乌克兰。另外，美国嘛继续咧制裁罗西亚，甲大部分金属甲金属产品的关税起到70%，要互罗西亚无遐济银仔钱继续拍乌克兰。俄罗斯战争满周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临时宣布，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上新名单包括47名俄罗斯州长加10名俄罗斯部长。总统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各类的商品加征关税，大部分金属甲金属产品关税提悬到70%，其他俄罗斯产品关税提悬到35%，要协助俄罗斯为这场侵略战争提供支援的经济能力。另外，美国也搁提供乌克兰2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Security assistance package reaffirms the steadfast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Ukraine by committing additional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and counter-UAS and electronic warfare detection equipment, as well as critical ammunition stocks for artillery and precision fires capabilities that will bolster Ukraine's ability to repel Russian aggression. 美国提供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加无人机等，不过无包括乌克兰要求的 F-16战斗机。拜登也表示暂时无考虑提供。He needs tanks, he needs artillery, he needs air defense, including another HIMARS. There's things he needs now that we're sending him to put him in a position to be able to make gains this spring and this summer. 战前布林肯表示，中国一直透过企业提供非地面武器援助给俄罗斯，不过即马北京当咧考虑为俄国提供地面武器。拜登接受访问的时讲，目前无看到现象，中国会徛伫俄罗斯迄边。有计中国被援助俄罗斯武器，不过带出警告，表示任何这类行动拢会引起美国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因为国内目前有欠药的情形，健保署本地昨要公布药钱调整的项目，不过医界反映讲有71项药品等咧欠，所以健保署决定药钱调整延到3月初1才公布。即阵毋但药房调无货，一寡偏远地区或者是细间病院嘛出现欠药的情形。有专家建议，无公布货斗阵协商，才会当解决问题。我是生理药师。你那边有泰克胃通？电话联络调会，记者要求为了解决欠药的问题，采取用药换药的方式来自救，也已经有药师来群组互相联络斗3天。大家有个群组在，我缺什么就赶快 po 上去，看有没有人可以支援我。我执业几十年，我还没有发现过有这么大的一个缺药潮，因为平常只会缺1-2样，那这是整批很大量在缺药。你这阵欠药的情形，毋但是基层诊所甲药局，部分地区病院也出现欠药的状况。健保给付药品原定2月24公告，2023年药价调整结果，也有有社区病院协会反映，71品项的药品清单处理困难，烦恼是不是纳入调整范围？健保署为了信心确认采买困难的状况，并且搁再核对调整范围，所以然后到3月初1才公告。好，先停一下。有缺药的情形，那北中南的医院都有，那有一些是比较小型的医院，有一些是比较大型的地区医院，那分布在各个地方都有。那有些医院缺药可能1-2种，有些缺个5-6种。生效日期还是4月1号，倘若还是有问题的，就赶快在2周内反映给我们，那我们就会收到之后尽速来处理。评估完之后，如果确定要调整了，我们才会再做一次确认要调整的药价。
为了避免调整药价了后，厂商认为无够成本而退出市场，造成欠药更加严重。对此，健保署长赵仲良表示，强调保障药品上架绩效，已经向卫福部食药署通报欠缺的药品，也无伫调整范围内。商家建议应该增加核心药品的品项，由国家统一来采买。台湾的核心药物定差不多100多种，美国、欧洲应该都有500种以上。如果这些核心的药品由政府来采购，最起码真正每一个科北要使用的药物，不用担心说它有缺药的问题。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欠药问题包含健保给付提悬，国内药厂专案协调、生产数量增加，也有同级品的药啊进口等等，卫福部拢已经开始进行。记者综合报道。228事件到达76周年，国史馆讲，资料显示，家人高雄要塞司令部死伤上严重，而且军队是为家人领导镇压百姓。国史馆发表家人228档案类编新册，为国家档案会当证实，事当时家人讲遐尼济水流死，是去互警方大死的。这栋2层楼砖仔起的建筑，民国35年时是贵人要塞司令部。国史馆指出，228事件以贵人高雄要塞司令部所在地死伤上惨烈。伫贵人港东华码头一个所在，真侪处决、枪决的现场。当时担任贵人要塞司令的苏宏熙更加请求中央来镇压。国史馆2号发表新册，指出对国家档案应正式民间的讲法。贵人港4个拢是曝尸，这是官方所做。所谓基隆港浮尸啊，是由官方或者军方所为哈，这个是肯定的。档案所写，当时贵人中山区长用公文函复市府的死伤调查表，最为民众死亡地点是码头甲海面。另外，区长公文回复是有最为民众被看作是暴徒，伫现场来庆管。国史馆指出，官方档案证实人民伫各地和国军宪兵甲警察庆决身亡，显露出市民遭到屠杀的情形。死伤地点呢，只有少数在刑场哦，很多是在好多是在市街上，就是示众的意思。例如在南农路派出所前面，我就枪决了30个人。下晡贵人228档案汇编新册发表会，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条款出席，更加播出在1995年的影片，指出当时担任总统的李登辉，家己讲决定为228事件献膝的。面对有声音指出，即阵只有受害者，无加害者。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认为，社会需要更加大量的对话，才法度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湾科学教育馆是真闹热，有真侪台语、客语的母语团体来遮摆档啊，参加第1届的母语家庭生活节，希望大家来遮洗饲仔嘛算甲欢喜。上重要的是爱讲母语。台语路亲子共学团的囡仔对音乐哪唱哪跳，为着推广母语，计共30个，包括台语、客语、关注民语的团体，头家做伙伫科教馆摆档，教大家讲母语。阮嘛是趁这个机会，就是民间团体会使自发来办这个活动，就是大家会当做伙交流，嘿，嘛互愈侪人知影讲，哦，其实有遮侪家庭，拢即马拢伫用母语饲囝。1、2、3 ，Action！ 金蕉土豆。公司台记台嘛伫遮摆档，囡仔大人嘛通遮做主持人，体验录影的感觉。介绍土豆。你感觉这都是我昨昏讲的话啊。嘿，对，希望讲大家拢会当来遮啊，做自然的讲你家己的语言安尼。除了真侪创关活动，母语家庭生活节嘛有刺激，连学科学嘛会当用台语。这是乞食，照你讲乞食会安怎？会念起来对无？囡仔若听嘛愈惯势，台语路讲活动上主要是要传达母语，唔乃会当用伫生活，嘛通传达知识。记者梁文佳、桂林台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1度到14度。中部地区12度到19度，南部地区13度到24度，东部地区12度到20度，
外岛地区7度到15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我是陈怡静，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